各位好，陳凱琳帶仔女睇戲引發嘅林 Cream 事件，連日嚟成為全城熱話。先講翻件事嘅經過。7月30號下晝咧，陳凱琳帶住3名兒子去金鐘太古廣場戲院觀看《蜘蛛俠：英雄重生》。有同場觀眾事後喺網上發文公審，話3個小朋友喺戲院入邊不斷大聲交談、嬉笑、尖叫、嘈足全程。現場有人發出噓聲，但係情況冇改善。陳凱琳事後嘅回應係：睇戲期間根本冇人投訴，連噓一聲都冇。佢係睇到網友發文先知有人不滿。真正令事件升級嘅係散場時嘅林 Cream 一幕。陳凱琳嘅講法係：6歲二仔 Yannick 睇戲太興奮，唔小心踢到前排女觀眾椅背，佢當場已經道歉。但係散場嗰陣呢，嗰名女子突然將忌廉淋落 Yannick 頭頂，然後迅速離開。陳凱琳話：佢即刻追出去，現場就有熱心媽媽遞紙巾幫手。事後佢到中區警署報案，警方列作普通襲擊，正追緝一名中國籍女子。陳凱琳日前首度開腔，佢話：如果騷擾到別人，我真係要講對唔住。佢呼籲外界，希望大家可以對小朋友善良少少，佢哋都係咁細個，就算有冇做錯，我哋都有進步空間。不過坊間普遍唔接受呢個講法，網民直斥保護小朋友，包括教育佢哋，有份生冇份教，自然會有人幫佢教。好多人認為件事嘅核心唔係小朋友俾人淋 cream 啱唔啱？淋 cream 當然唔應該，而係陳凱琳到底有冇盡家長責任，喺公共場所管教好自己嘅仔女。更加令人側目嘅係，作為爸爸嘅鄭嘉穎，由頭到尾一粒聲都冇出過，完全龜縮。網民狠批，淨係見到一個隱身嘅老頭，林林已經要賺錢養家，教仔都要佢一個人養手晒。內地粉絲更加直接叫鄭嘉穎做軟飯男，圈中人亦忍唔住開聲。藝人歐錦棠喺社交平台發文，養細路唔同清遠農場啲走地雞咁放養，要負責埋教，尤其公共道德知識。前港姐陳善陽亦都有類似嘅評論。歐錦棠嘅言論獲得大量網民讚好，認為一針見血。咁講到底，件事嘅根源係小朋友喺公眾場所嘅行為有冇得到適當管教。戲院唔係遊樂場，其他觀眾買飛入場有權享受安靜嘅觀影環境。小朋友興奮可以理解，但係父母嘅責任就係喺適當時候制止同埋教導。公德心啦，由家長做起啦。歡迎點讚同埋 subscribe，我哋下次再見。